雨熙，生日快乐！这些都是粉丝送给你的哦，我们替你拿过来了。这个是我们买的。你们麻烦大家了，特地跑一趟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雨熙，今晚可算是有惊无险了。现在大家看清了那个渣男的真面目，都在为你抱不平呢。谢谢，多亏了大家帮忙。今天实在是不像样，对不？哪有？你今天很勇敢啊，雨熙，我们都为你开心。还有好啦，快点抱走啦，好重啊！这么多粉丝挂念着你呢。哎，拿去。雨熙，好好休息哦。再见，一定要开心啊！没事，别闷头在家里啦，出去透透气，有惊喜啊！好啦，人家需要安静会儿。原来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，我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原来今天是满月。